是乐乐，爱订我的频道哦。您好，我是乐乐。今仔日我咧算厝内冰箱顶的吸石啊，我发现吸石啊虽然会当黏伫冰箱顶，却袂互相吸做伙，足奇怪的。吸石啊应该是上厉害，吸互条啊。今仔日气魔堂老师甲阿姊要带阮做甲吸石啊相关的游戏，做伙熟悉吸石啊，甲做资历怪兽哦。小朋友，咱做伙来动手算课哈！爱准备的材料有软珠片、报纸棒啊、会叮当的目睭、铅笔、加刀、双面黏夹。小朋友，这集的实验会用到加刀，大家使用时要注意哦。准备好，咱就开始咯。咱先来做怪兽的身体，加一段2公分宽，差不多20公分长的纸条啊。刷落来，把纸条啊对凹以后拍开，把要黏的软珠片长头比一个做记号。等一个黏双面黏夹的时，要注意莫黏到这边哦。乐乐，这半边交互你黏双面黏夹哦，无问题。黏好啊！黏好势以后，做记号者凹一个。乐乐，你看，是毋是亲像喙会使开合起来咧？有影呢。最后，帮怪兽加一寡打扮，画喙齿，搭会叮当的目睭，嘛会使替伊的身体做造型哦。资历怪兽的身体就完成啊！先摕一片软珠片。伫另外一块软珠片底板面顶下左右移动，会当发现软珠片的移动足顺的。刷落来，咱甲底板转90度搁试，即届换乐乐来试看卖。哇，软珠片哪会跳来跳去，搁发出啪啪啪的声音？乐乐真有观察呢。软珠片移动的时会跳，就表示咱找到资料小摆脱的位啊。找到以后，配合怪兽的喙开合方向，把软珠片粘起来。沿拄则找到的资料方向推动，就会看到怪兽的喙一直开合，亲像咧大喙食物件哦。哈哈，怪兽咧食物件，不过阿姊，为什么只要换方向？怪兽的喙就会使自动开合啊！乐乐的问题真好，咱先做伙观察吸石啊。当咱甲2粒吸石啊相握紧的时，有时会互相摆脱，有时阁会互相吸引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吸石啊有2极，分别是 N 极加 S 极。同极握紧的时会互相摆脱，弹开。无同极握紧，才会互相吸引，吸做伙。有影呢，只有无同色水的2边放做伙，才会当相吸。吸石的主角通常分伫2边，所以2边是资历上强的所在。咱会当用这个主角观察片来检查这粒吸石啊。小朋友紧看，吸石的2边色水上明显，代表这边的资历上强哦。哇，有够深色的！这张主角观察片，我就会使测看卖厝里冰箱顶的吸石啊，倒位资历上强。乐乐讲了无唔对，咱搁来看卖，拄则搭伫怪兽的喙面顶的软珠片，主角是安怎分布呢？哪会无2个黑点，颠倒是一条的线咧？这挂黑线就是主角哦，因为 N 极、S 极连线交叉排列。所以主角观察片顶面会看起来一条。阿姊只特别准备2张纸，一张是咱放伫桌顶的软珠片，另外一片是搭伫怪兽的喙面顶的软珠片。顶面的红色线是 N 极，蓝色线是 S 极。只有伫怪兽的喙甲底板软片片主角摆列方向同款的时，移动怪兽，伊的喙才会开合。因为2片主角会不断相吸拐起来，摆脱来拍开。小朋友，你嘛会使甲怪兽身体做搁较长的造型，或者是伫报纸板后面搭纸牌增加高度，纸才袂变形。
卖使做鸟仔的造型，喙的开合变做电视鼓的动作，看吸石仔片安怎扛才会成功。今仔日游戏用到的吸石仔，其实伫咱的生活中时常会当看到哦。我知影，厝里的冰箱有，老师嘛会甲阮画的作品用吸石仔搭伫教室的壁顶，互大家看。无毋对哦，乐乐观察得真好。吸石仔因为资料，所以会当甲物件吸好条，伫厝里学校使用都真方便。哇，原来主力怪兽的喙要开开关关，甲下底软珠片的方向有关系。爱家己动手试看卖，才知影倒一个方向才是正确的。小朋友，恁伫厝里做的时阵，嘛爱注意方向哦。若准做出更较厉害的主力怪兽，或者是发现其他趣味的算法，拢会使写批到乐乐批箱甲我分享哦。咱后回再会，拜拜。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型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型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哈！